观众朋友，老早欢迎收看8月25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福岛的核废水头一批7800吨已经开始排入海。咱国内渔业署强调讲，有建立海核的资料，准讲海水异常就会当比对。渔业署嘛安大渔民讲，目前评估对咱沿海影响较小，9月开始会主动去北太平洋采建本，未来嘛会针对远洋掠到的散肉加强监测。中秋节特别到啊，渔业署推广航肉爱多多选用国产的水产品，而且佮邀请各地区渔会总干事来徛台，大大学了国产水产品的高品质。不过，日本为8月24开始排放福岛第1核电厂的泉水入海，敢也会当维持渔会的品质。苏澳区渔会表示，渔民唔若心内惊吓，佮较惊这摆若开放，海洋变作是粪扫场。它排放的邻近的国家也遵照着它的一个比较轻率的一个方式来排放的话，我们整个这个是可以讲是一个海洋的浩劫。也那其他所在渔民是要过来观察后手的冲击。排放到台湾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嘛，所以他们现在是在观望，未来会怎样？当然，我们还是会跟渔业署来密切的来关注这捕获的鱼种。渔业署强调，已经建立海核的基础资料，将来若有异常，就会当比较。目前评估对近海影响较小，另外咱嘛会当主动前往北太平洋采样。9月开始，我们也安排我们的水事所的试验船到北太平洋的渔区里面去采集鱼体还有海水这些相关的样品，做好科学整个相关的监测，建立完整的数据。苏澳区渔会建议政府应该直接去福岛排放泉水的附近海核监测。不过，渔业署表示，迄个所在是日本的经济水核，袂当随在人入去的。相信日本政府会提供资料，而且嘛强调当初日本政府宣布要排放的时，渔业署有表达过无同意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是侪云到好天，过道会落雷公雨，尤其是山区雨会落较粗。咱来看云图。今仔日透早就是南部沿海地区会落短暂雨，各地头的天气还算稳定。偏湖、金门、马祖会落沙沙巴雨，过道了后，各地头会落雷公雨，山区有机会上大雨。温度方面，中到时啊高温是33度到35度，上北、中南部外山区、有花莲台东可能会超过36度。气象局嘛针对云林、高雄、屏东、花莲甲台东这5个县市发布高温警示。民众若有要出门，就要补充水分、热日头。今年第9号风台苏拉昨下晡形成，气象局表示，因为苏拉的暴风壳啊较细，目前无明显的气流甲引带，会先伫菲律宾海面西一个，才加向北平。路线要等后礼拜1才会较明显。上近8月29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原本伫咧菲律宾东方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24两点已经发展成做今年的第9号风台苏拉。伊即马是伫台湾的东南边，以1点钟时短6公里的速度向南西方向刷振动，有可能发展成做中度风台。未来大致上在菲律宾东方徘徊到下周1之后呢，它的路径开始会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可能是会稍稍的往西移动，也有可能是稍微接近台湾一些。那在增强，有可能会来到中度台风。气象局讲，苏拉会先向南平刷振动，伫菲律宾附近海面调的遐细可能，结果再行向北平，因为伊的暴风圈较细，佫无明显的导引气流，在后礼拜1高压增强了，才较看会出伊要行倒一个方向。估计2到30上挖台湾。礼拜天之后，如果说它这个开始有往西或西北的方向确定之后，就先发布海上，不排除发布陆上的警报。那这样的话，那其实对台湾就应该会有一些直接的影响。后礼拜2开始受到风台影响，东北部恒春半岛会开始落雨。若是风台离国家远的时阵，西半部也会开始落雨。伊若是伫关岛东北平海面上另外一个热带低气压，伫今仔日透早2点也增强成做第10号风台丹瑞。估计伊行对日本南平海边的机会是较悬。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自由中国时报。巴西、罗西亚、印度、中国，各有南非组成的金砖国家峰会，二是开记者会，宣布要扩大规模，同意阿根廷、埃及、伊索比亚、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加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6个国家加入金砖国家，目前拢总有11个成员国。来看联合报。行政议会通过明年的总预算案，各项支出整体规模来到6068亿，金额是创新高。若记者预估金额连续2年拢超过1700亿。来看自由时报，台北市去年发布条例，要求全市6000外间公共便所拢爱提供卫生纸、装手环，阁有救助铃。不过到大还阁有2成公共便所无合格，其中病院、便利店的占上多。来看陆委会宣布，9月初1开始要放令伫海外旅行留学的中国游客会当申请许可来台湾观光。若8月28开始会先恢复中国人申请来台湾做短期的商务交流。另外，陆委会嘛建议两岸旅游团解禁，希望中国嘛会当含咱同齐对顶来开放。陆委会宣布，自9月初1开始，恢复旅居抑有留学第3地中国籍人士会当来台湾观光。若团客部分，咱方的禁团令也会放令，组团去中国，依照对等的原则，会适度调控去中国的人次。初期一天以2000人次为原则，看对方的回应，结果再确定实施的日期。另外，自8月28开始，也要恢复中国籍人士申请来台湾短期的商务交流。不过，半导体等高科技核心技术的产业，也是要专案申请。能够双向互惠的这样的一个开放，那光是呼吁，那我们今天进入到政策的这个宣布，我们希望能够对方能够清楚的理解我们的一个立场。在过去，旅外的中国籍旅客每年来台湾人次差不多8万到10万人次，占整体市场的0.8%。虽然市场无大，也算是向中国释出善意。在边境解封了，台北市有名的景点永康商圈，主要是以日本甲韩国的旅客较多。相关的理事长讲，若是有中国的旅客消费能力来到3工，会让加强带动相关的复苏。曾经破纪录来我们这个永康商圈消费，他买那个文创品文创的东西，一个人一笔超过台币30万了。我们也很希望就是有中国大陆这边的观光客进来我们永康商圈。自由行的客人含金量比较高了哈，而且他们的时间是比较自由哈，对这种商圈性的活动会有帮助哈，尤其对这种小摊小店哈，他们的逛的时间会比较多，然后也比较不像团客已经被一条龙的服务。陆委会讲，要恢复到疫情进前的两岸人员往来甲交流，需要两岸互相配合，并且创造条件。咱方会依照上新的政策，放令中国籍人士的入境管制措施。希望中国方面也能采取对等的做法，和相关规划会当顺利推动执行。记者综合报道。台海局势紧张，美国拜登政府宣布第11届的对台军售，金额大概是5亿美金，要提供咱 F-12V 战机的追踪系统，佮有相关的设备。咱国防部表示，这个系统会当大大提升咱空战的能力。副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返来台湾了后，中国持续军演威胁台湾。中国军方阁一概宣布，24、25会伫福建沿海展开实弹射击的训练。军事媒23嘛翕到一只中国军舰出现伫咱国东北的海峡，挖24海里迄卡道，若像国军 P-34反舰机专停伫空中监控。美国拜登政府为着协助提升咱国的战力，通过上新一批，也就是第11批对台军售，金额差不多5亿的美金。是配伫 F-12V 战机顶悬红外线搜查追踪叶窗 IRST 系统甲相关的设备。军事专家讲 ，IRST 会强化 F-12V 对远距离目标侦测甲追踪的能力，大幅度提升空中作战的效能。中国军方运行的战机卖当拢看现。IRST 系统
可以大幅的增强国军的反制中共这个歼20战机的能力，因为它原始设计就是用来搜索跟锁定这种逆中隐形战机，还有就是小型的无人机等等，并没有用到特别预算，逐年编列预算的情况下，逐年来筹获。明年的海空特别预算和我们的军售款呢，加总起来，我们主要是用在第一个高教机的筹获。那其他的这个预算呢，是包含了我们在机密预算里面所编列的这些品项，都是增加我们国防的整体的战略来做构想。国防部指出，所有美国对台军售相关的经费，拢已经编在明年度总预算内底。因为明年会是买军用品付款的高峰期，国防预算整体规模嘛，因为安尼达到6068亿，甲今年来比增加265亿，估计占 GDP 的2.5%，创下历史新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2024年的总统大选，国民党侯友宜将提出4大观光政策，嘛讲9月要去访问美国。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将伫土城庙口宣讲，问讲伊出来选，大家甲支持好无？外界认为这等于是承认伊要出来选。不过后来媒体甲问郭台铭说讲，伊搁咧调查民意，要未要宣布。疫后各国拼观光，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日时是提出4大观光政策，要提关组织的层级，召开观光国事会议，开放定期召开观光汇报，逐年提观光公预算等等，讲要4年来互来台旅游的人数破1800万，发挥中央全面开放中国游客来。那台湾呢？2023陆客100万来台，注定要跳票。我们两岸要重启对话，重启交流。来带动陆客来到台湾，也带动我们经济。侯友宜嘛正式9月要去访美国，会拜会参众议员 AIT 理事主席罗森伯格，而且到智库演讲，今日和驻美代表萧美琴会面。侯友宜无加讲，民进党高文哲日是倡议世代和解，但是进前等出政党领袖的对话，敢有可能和国民党整合？什么事都有可能嘛，所以要先沟通开始嘛，不管是喝咖啡、喝茶、喝果汁的哦。其实我跟你讲，我们都平常就认识的，那还是要找什么协办单位、幕僚彼此主帅都认识。算，大家加小点好不好？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最近动作是真多，红讲是要独立参选，并连署要过，日是参拜土城的5股生地庙，强调2024爱选人卖选党，佮讲我出来选，受访的时阵才佮改口。我想这是一种民意的调查，所以为什么我说我经常在收集，经常在跑各地方。就是希望累积到一定程度以后，我自然时间就给大家做宣布。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下晡去家人的天兴宫参选，得到真大的支持。除了求地方的平安，伊嘛讲2024的大选为和平来做。咱过去是为民主拍拼，未来为和平奋斗，大家讲好不好？赖清德强调，若当选会带领国家过去替民主拍拼，未来为和平来奋斗。2024大选敢会变作4卡赌，即马同款是真受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罗西亚发生飞行机失事意外，航空管理局发声明，讲瓦格纳集团的领袖普里戈金伫飞行机顶悬，包含伊在内拢总10个人拢不幸过往。虽然罗西亚的官方一直拢无证实这项消息，不过总统普丁即马是公开对普里戈金发生意外表示哀悼。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хочу выразить слова искреннего соболезнования в наше общее дело борьбы с неонацист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в Украине. Мы об этом помним, знаем и не забудем. 对普丁的谈话会当看会出，伊对普里戈金有正复杂的情感。这是高兹马对普里戈金命运上明确的表态。普里戈金6月23发动一港军变失败，伊手内有强大军权，甚至威胁要互普丁看起来袂堪要拍。这场空难，互普丁心内过路提掉，因故伊也失去一个强卡的伴。瓦格纳军团伫咧过去8日的俄战争参加过一寡上血腥的战役，也伫非洲推动俄罗斯的利益，对俄国来讲正。Пригожина я знал очень давно, с начала 90-х годов. Это был человек сложной судьбы, и ошибки у него были серьезные в жизни, и добивался он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нужных и для себя, и тогда, когда я его просил об этом для общего дела, как вот в эти последние месяцы.
两位无愿意讲名的美国官员甲路透社讲，华府认为真可能是俄罗斯境内敌对空飞弹甲飞机拍来，但是这是初步的消息，抑阁伫咧确认，也无提出证据。目前俄国方面正伫咧调查，不过官方也无一个讲法。伫咧普丁公开哀悼进前，除了航空管理局发声明，讲普里戈金就伫咧飞机顶，不过官方一直无证实伊的死亡。对飞机全体内面找到的10具尸体的身份，也拢也未确认。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即阵入秋拢过啊，不过伫法国南部却又是出现42度的高温，连阿尼比苏山上悬的贝隆峰嘛有33度。啊，那西班牙即阵面对热流冲击，一寡所在出现40度的高温，意大利嘛发布高温的红色警戒。药房外口的温度显示器显示已经降到摄氏41度。事实上，法国南部23的气温已经达到摄氏42度，就算热人已经得要过啊。不过，法国也是面临第6波小影的侵袭，科学家嘛感觉安尼无啥正常。这波小影按算会持续到当地时间24。欧洲的气温一直升悬，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在法国甲意大利交界的贝朗峰出现摄氏33度的高温，地势石头落落来，甲冰川逼起的机会增加。这嘛，互真侪想要挑战这粒西欧上高峰的登山者再三考虑。In terms of alpinism, it's terrifying because the routes are changed, the timing of the season has changed, the weather conditions have changed. Many of the routes that we would have climbed 5 years ago are now either not able to be climbed in the same style, yeah, it's scary to think that in another 5 years it will be even more different.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嘛面临第4波小影的冲击。部分地区23的高温降到摄氏40度，不少民众规气去喷水池凉一下。Honestly, it's extremely hot. I don't have the AC in my apartment yet. Haven't installed it, and I don't know. I have a ventilator, trying to survive, not going out on the streets like between 12 and 5 or 6 usually. And I'm really hoping it's over. This is the last heat wave. 意大利嘛伫23、24发布高温红色警戒，27个主要的城市内底有17个就包括在内，亲像罗马、米兰、佛罗伦斯、甲威尼斯。身体若较冷的民众，都要注意着刷或者是免疫力下降的情形。按算到25，还佫会增加2个城市会发布高温的警戒。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来看印度的月球飞船3号23成功登陆月球，真侪有史以来头一个去到月球南极的国家。接落来，科学家要研究月球的土壤甲地质，嘛要找看敢有珍贵的资源水冰。探测器成功降落，现场发出热烈的噗啊声。印度月球飞船3号于台湾时间23暗8点半左右降落伫月球南极，也正做史上第一个登陆月球南极的国家。Sir, we have achieved soft landing on the moon. India is on the moon. ये क्षण अभूतपूर्व है। ये क्षण विकसित भारत के शंखनाद का है。不少印度民众为直播看登月过程情绪真欢喜。那月球飞船3号的登陆，也属伫印度正做俄罗斯、美国甲中国了后，第4个成功和探测器登月国家。南极的话，它应该是有很多陨石坑。那如果我现在要安全着陆，选平坦的地方是在碗底，可是我要吃我的太阳能板，要吃电，要吃太阳光，它就受限那个位置啊。要长期待着的话，你就要有另外一种电池。挑战登陆月球南极难度真悬。印度伫2019年月球飞船2号登陆失败，俄罗斯定期挑战登月计划29宣告失败。这摆印度的成功会进行相关科学研究，比如要找出敢是有水冰资源。水是人类维生的一个必要条件嘛。比如说 NASA 的下一个目标就放在火星，那可能你要补给啊，或者是一些实验场域的话，那月球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基本上就是 H 和 O，其中的一些元素的话是可以被提炼出来作为燃料。这边除了会当加做地质历史资料之外，也有机会作为环境
贵宾基地也是电过政府的饮用水，更较有可能当作呼吸加电疗使用，对电过政府有重大影响。研究团队后续要执行为期一个月9天，相当14个地球天的地质研究，除了找出水冰之外，也会对土壤甲岩石进行化学成分分析。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世界。美国国防部宣布9月开始要伫美国训练乌克兰 F-16战机的飞行员，等完成训练了后，丹麦、荷兰甲挪威都会当甲军官的 F-16战机交予乌克兰。来看印度外交部处长表示，总理莫迪伫金正国家峰会场边，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有强调讲中国和印度边境冲突的议题。这是莫迪头一届直接甲习近平表达立场。来看英国政府宣布，11月初1甲初2要伫英格兰举办全球头一场 AI 安全峰会，地点选伫布莱切利园。这是二战期间盟军扑街德国密码的重要所在。来看8月初卡洛洪泰回南，这个雨水是吞达南投县，全县拢总有30间学校受损害。真侪学校目前拢当咧抢修，希望会赴后礼拜开学。教育处嘛已经争取到中央5000万的经费。安那保利的首城桥是立落去，官府已经甲中央提出2亿5000万的改建计划，要解决当地民众出入爱踅远路的问题。本所地下内底底是涉水暖气放落来的石笋界帮，8月初卡洛洪泰所带来雨势升到南投县仁爱乡，仁爱高中也是受灾雨。唔奈校门口甲运动场因排水量提升水池，宿舍甲应甲家政教室的天房也严重漏水，学校赶紧先换石笋界帮，并后礼拜顺利开学。细酸盖板学校先购置，把它先补上去。那当然，我们也会注意到未来在大雨的情形。不会有大量在漏水的一个情形，地上也早就清除完成，也等待的下个礼拜的一个开学。包括仁爱高中在内，南投总管有30间学校受创，教育处向中央争取，目前已经得到教育部620万紧急抢修费用，甲公共工程委员会4687万重建工程经费，解决排水不良等等的问题。积水啦、设施设备坏掉了等等，有做一些紧急抢修，总共有620万，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复建的工程，譬如说驳坎坏掉了，个排水设施要做，大概总共有7个学校8个项目。2003年兴建的玻璃电修成桥，因为迄当时煤气溪水涨起来，冲坏桥墩下陷20公分，造成桥面严重变形，到达游玩放起来禁止通行。当地农民运输农产拢爱塞路，要到对方爱加出1-2倍的时间。像他们这里出入的，就要从牛鸣桥那里了。就是上面下来的，他们也造成很多不便啦。只是希望说政府赶快修复啦。对于做桥梁需要改建，那改建我们会报那个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再修复建工程，那我们资料也已经送出去了。南投县公务处表示，在后已经向公共工程委员会争取2亿5000万改建经费，包括设置临时替代道路在内，但中央决定了后，就会进行规划，预计上紧2年来完工。现阶段游玩需要塞路，请居民甲用路人配合体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冰冻琉球的渔船旭升辉号，昨日伫日本海域回收船，在船顶10个人拢跳船逃生，加在有8只船甲因救起来。不过因为空间无够啊，就要换另外1只船来甲载。啊，那这回收船的船长却因为高火压的药啊无够，这家属是真着急。希望政府会当派船去到公海，甲一寡船员拢接倒转来。家属记录渔船作业状况，这只冰冻琉球级渔船旭升辉号最近伫日本川鹿港东南方海域作业，煞伫23暗船身导火，船顶载人拍火失败，弃船坐救生艇逃生，好在在24透早互附近渔船救起来。救人的渔船也个作业协商另外1只双鱼号来载人，也毋过一摆要载10个人，事务空间拢不足，加上旭升辉号的船长高血压用药不足，互家属真烦恼。我正烦恼是烦恼阮先生无药啊通好食，因为有高血压啊。当初设计渔船的这些都已经设计好了，你现在要容纳10个人睡觉，他们睡觉的问题比较慢去接的话，那他们的伙食问题是不是大家都会不够？
蔡太太知影做船长的翁婿带着大夫，也有8个外籍船员拢平安，心内石头放落来，煞阁惊全部人客伫星期号有安全顾虑，忍不住向政府呼救，希望派船甲星期号会合帮忙接人回来台湾。这10名船员会从红海239号，然后再转到真鱼号，真鱼号往南开，然后海巡署从台湾这边开，就是对开，加速去汇合啦。亚速回应家属的需求已经向海巡署转达，今次派船会由海巡署评估决定。也毋过事发地离台湾3800海里，有54日的航程，家属的烦恼全写伫面内。一天无看到家人平安，就无法度放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又搁发生食酒赛车的车祸，伫新北市五股有一个70岁老大人，行伫过路线顶悬煞风撞着，目前当咧病院急救。这个食酒赛车的驾驶是依照公共危险罪上班。啊，那台南嘛有一个负责人去互食酒赛车的人弄死。这个弄死人的小姐敢若21岁，而且发生车祸了后，竟然是敢若烦恼家己的车歹去，伫网络平台发影片。这个酒驾的查某囡仔已经是10万块交保。白色轿车油门一直吹，伫道路高速走，通过路口无减速，这个查某人过大路。去互弄飞，重重的摔伫涂骹，规身躯受伤，也伫病院抢救。撞伤人了，现在有觉得很抱歉吗？开车的就是伊29岁姓洪的查某人，伊是伫台北市中山区啉酒，啉到特别天光，硬硬要载朋友转去。透早4点外，驶到新北市五股，弄到70岁当咧过大路的老大人。现场肇事驾驶酒测值达0.42，警询后依涉嫌公共危险罪移送新北地检侦办。姓洪查某人逢上班，车顶3个朋友也拢爱连坐罚。另外23发生的台南安平区的死亡车祸，50多岁妇人人，早起7点外出门运动，行伫大路边，一台轿车高速弄到伊，这一弄规台车更加是失控，弄入顶下卡。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魏姓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第2项，犯嫌重大，于昨日晚间11点30分许。预支交保10万元。姓桂的女驾驶年纪轻轻21岁，啉酒了后上路，开到西行，酒测达到0.57，明明夺走一条性命，却无看到伊有一点仔后悔。真的是 OK 啦，没问题啊。伫车祸现场录影，搭配口气沁噗，将影片发去 IG 引起批评。酒驾事故一直传出，今年前5个月对比去年同期增加，甚至有少年化出现。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酒驾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我们认为说，在12年课纲里面，他必须很清楚的将酒驾这样的危险感知必须纳入在课程里面。除了加强处理，用动法教育面，亲像也爱更加积极。酒驾害人，搁害家己，因为总是有人恶性误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捌发生一件甲2个朋友刣死的铁桶命案。这凶手伫1审、2审、经1审拢互判死刑，不过即马最高法院煞认为这个被告要到70岁啊，就算判无期徒刑入去关，假释出来嘛已经90岁啊，敢有再犯风险嘛无说明理由，所以即马是撤销死刑，发回更审。警方甲铁桶找出来，封锁线围起来，内面有藏尸体。这是几啊年前，互规个社会拢惊到的台中双桶尸命案。凶手施德义是先后刣2个朋友，再甲因装伫个桶仔内，再去中华公路等尸体。对1审、2审到经1审拢是判2个死刑。即马专案互最高法院撤销，发回更审。原审于罪名告知时，仅告知刑法第271条第1项的杀人罪，并未告知刑法第217条第1项的遗弃尸体罪，妨害上诉人防御权的行使。除了认定妨碍被告行使防御权，侦检的调查无完备以外，即摆发回有一大理由。最高法院讲，被告都要78岁，就算该判无期徒刑，阁得到假释，到时伊嘛要100岁啊！加上伊身体状况真歹，敢阁有再犯的风险嘛无清楚说明。
今年会放入去做判刑的参考，并不是第一摆。虽然刑法18条有规定讲，若过80岁会当减刑，但是过去有真侪案例，被告的年岁无符合，但是法官在判刑的时阵，拢有讲到被告的年岁真大。亲像桃园有一个家因某抬尸的案件，因翁得要70岁啊，叫陈丁科，原本1审判死，2审是改判无期。屏东西区的查甫人甲查某朋友吹死，考虑到已经70岁，就算假释嘛超过90岁，再犯的危险性高，1审判无期。一般我们尤其是华人或是我们国人都会有一个敬老尊贤，年纪比较大，一般我们都会存有一个说，年纪大的人是不是他会要有一个人道上的考量，就是要对他比较有一个宽容的态度。当你年纪越大的话，你的可能活动的能力也会下降了。那当活动能力下降的话，他可能也没有能耐再去从事比较有第一个比较需要脑力的犯罪可能会比较难。再第二个需要体力的工作，他体力的犯罪他可能也做不到。有现任法官私底下讲，虽然无明文规定，但是法官心内拢知，对超过60岁的被告，常常拢把年纪放入去考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疾管署公布国内今年头一个本土肠仔热的病例，是一个住伫北部30多岁查甫人。伊发病进前捌伫外岛食青的蚵仔，有可能这就是降检悬。这个病例已经走捌1个月，目前正在住院治疗。疾管署嘛提醒，最近走捌的病人数量是5年来上侪，提醒民众就要注意食食的卫生，嘛爱接洗手。热天食菜海产要注意卫生。疾管署公布今年头一个本土脑透症确定病例，是北部30多岁男性，6月底北到离岛食青蚵仔，不过敢是感染悬，也无法度确定。个案脑的症状达到1个月，经过采检了后才确诊，目前由院伫咧住院治疗。在7月11号开始陆续出现发烧、头痛、腹泻、水便，在8月18号的时候就医采检，并且在隔天住院。8月21号检出伤寒杆菌确诊。疾管署表示，脑透症也是沙门氏菌的一种肠道传染病，潜伏期大约8至14天，主要是经过带菌者的大便污染的食物，也是饮水来感染。常看到的症状包括继续性的发烧、头痛、脑顶。内底注意的就是疾管署监测发现，顶礼拜全台门急诊脑就诊人次是12.8万外人次，比前一礼拜升悬4.4%，是我5年来降低升悬。我们在切菜的垫板或者是刀上面有污染到这些沙门氏菌，也会造成污染。不要以为食物煮熟了就没事，因为煮熟虽然煮熟了，之后再细菌再加上去，也是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感染。疾管署提醒，休假期间民众出去佚佗、聚餐的机会增加，海产食物应该充分煮熟，料理的时阵应该避免青色交叉感染。尤其是沙拉加冷盘的保存，应该要特别细致。另外，也要落实个人手的卫生，饭前便后使用湿粉来洗手，才会当有效防范肠道疾病。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天狗节的疫情还搁咧拖，尤其是台南，连续2日拢新增加100外的病例。根据台南市卫生局的统计，到8月20日为止，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2000人，而且后礼拜就要开学啊。教育局是惊天狗节拖入去学校内底，所以就特别规定学校要防疫摒扫，老师甲学生是做伙甲学校的环境整理好势。手提桶叶仔沿路细校园的4颗位啊，因摒扫的时，共款有真侪粪扫，甚至塑胶袋内有积水情形。老师甲学生彻底巡一解，就惊天狗咧拖入来校园内。台南市教育局特别伫咧开学进前定校园防疫清洁日，大家分工合作，要甲校园环境摒扫清气。我在检查积水的容器有没有倒挂，然后用刷子刷洗手台，避免结节的卵附着在洗手台上。周边还有内部的部分清洁完毕，希望登革热可以不要进入校园。天狗日也在拖，台南确诊病例累计已经破2000个，23日加100通个，是这10天来第2悬的。卫生局指出，今年流行第1型症头无明显，佮加上最近天气不稳定，定落雨，所以地区确诊的速度有较紧。目前政府针对上
况严重的东区、永康甲安南区加强铺药啊，在地民众虽然无奈，不过嘛是爱配合。足无奈也无奈，我年岁大，像我家己比较大。我们礼拜五也会特别针对我们安南区比较多病例的16个里，来联合区块防治来画防火墙。环保局目前完成在一场大规模消毒。环保局表示，铺药也是上紧甲放啊铺洗的方法。不过，无到铺洗水处，伊嘛呼吁里面一定要摒扫清气，千万莫有积水，才当有效对抗天高热。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根据国际医学研究显示，要到1/10的儿童青少年有社交惊吓、社交焦虑的症头。这寡少年人惊互人关注，唔敢甲人交陪。因感觉家己无法度喘气，落尾就无爱去学校。台北市联合病院松德院区为9月开始，就要针对青少年开特别门诊，希望帮助这寡囡仔建立正常的社交生活。一名国三女学生顶日因为面临升学考试压力，常常话头疼、腹肚疼等身体无爽快症状。因过到病院做各项检查，拢找袂到病因，了后佫用各种理由无想要去上课。暗时也出现失眠症状，后来家长带去精神科就医，才发现原来囡仔是得到青少年焦虑症。拒绝的孩子其实常常细细的澄清跟厘清起来，他背后常常是焦虑。那焦虑可能是来自于跟同侪相处的人际焦虑，也有可能是对课业应付上困难的焦虑，很常让孩子对于要去学校会裹足不前。医师表示，焦虑症是儿童青少年上常看的心理健康问题。过去医学研究显示，有50%的儿童青少年有社交焦虑症，典型症状包括烦恼家己伫众人面前突出，一旦受人关注，就会心跳加速、无法度喘气，最后选择闪避新环境，无要甲人交流，甚至出现结合问题，唔但影响学习，也影响人际关系。说不出心里的痛苦，也说不出心里的焦虑跟担心，但是在门诊经过好好的处理，药物的治疗、心理治疗，慢慢的可以说出自己对很多事情的担心，解决问题跟压力处理的技巧。为了解决少年烦恼的问题，北市联医松德院区为9月起会开办青少年人际压力调适特别门诊，主要服务对象是12至18岁青少年，会由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医师甲临床心理师针对个案做身心评估，佮客制化治疗，唔望制定囡仔量早治疗，回归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过去同性家庭敢若会当透过其中一人的名义去收养囡仔。另外一个人是无法度有囡仔的侵权，实在无保障。今年5月，立法院修法开放同性家庭做伙收养无血缘的囡仔。有一个同性家庭就总算互法院裁定，会使共同收养囡仔。这嘛真做修法了后的头一个。怎么了？那侵权目前是在遗孺手上，所以我是完全没有法律上的保障。那如果遗孺怎么了，我们家阿阳他会同时不止失去他的妈妈，也失去他的妈咪。同性家庭遗孺甲遗灵，过去因为法律的限制，无法度共同有囡仔的侵权，一直到今年5月，立法院修正司法院第718号解释施行法第20条，开放同性家庭共同收养囡仔。而司法院总算裁定2人通共同收养囡仔。登记帮助因的民间团体表示，因是修法了后，头一个成功共同收养的同性家庭。我们2021年4月的时候，第一审被驳回以后，还要再抗告到第2审，然后第2审的法官也经历了开庭，然后要去跟法官说服。加在因有等到修法，伫遗孺甲遗灵进前，只有同性家庭为爸甲苗爸透过拍官司，伫要未修法的时，成功收养无血缘的囡仔。不过，即阵同性家庭若是要家己生囝，也是有难关。像女同志自己有子宫，台湾的同志要拉着行李箱去出国做人工生殖，没有办法在台湾做。那未来我们就是希望人工生殖法可以修法。目前台湾人工生殖只有开放予未生的夫妻来做，收费15万到40万。同性家庭若想要做，就要开2倍到3倍的费用去国外做。那男性组成的同性家庭，佫有牵涉到修法开放代理孕母的问题。民间团体表示，这困难拢是未来因要拍拼的方向。记者郭美曾准由台北报道。较早有一寡爸母咧教囡仔时阵会讲，唔读书大汉就爱做粗工，这是普遍社会大众对因的刻板印象。虽然伫工地做工有影纸，佫真忝头。不过有一个工班就真特别，因规定工人袂当食酒，佫着爱穿制服。伫网络分享影片，互大家了解做工的生活。
台语台青春咱的梦，这礼拜六暗时7点半，就要带大家来看这场梦庆，也就是做工的人安怎起造家己的未来，向更较侪少年人加入。白铁啊，顶房膜换浆，要起一栋建筑物，一项都袂当减。不过，煞是真少有少年人愿意来做这道。晒日头啊，流汗啊，讲到歹听也袂食苦啊。因为少年人惊辛苦，大家拢要坐咧办公室内底吹冷气。今仔日讲真是一个房务的师傅，伊赚的钱比足侪坐伫办公室的搁较悬。啊，不过真是就是晒日头啊，体力活。做房务的工课虽然是真忝，搁较会垃圾。不过房务师傅李瑞婷煞是家己做工课的日常，翕做影片伫咧网络分享。想袂到煞吸引真侪少年人做伙加入伊的团队。我会做 YouTube 其实是因为误打误撞，啊，结果真侪人对这个工课可能就好奇啊。甲我问讲，瑞，你敢有欠人？你敢有需要骹手？我讲好啊，无安尼，阮就斗一定啊，做伙来起厝啊。想要打造无共款的团队，李瑞婷除了利用下班了后的时间，甲大家看时间图以外，嘛定出相关的规范。第一，上班袂使食酒，啊，上班拢爱穿制服，互人看到阮团队价值伫对，阮的技术性伫对。我感觉遮甲外口无共的是制度，福利的方面嘛较济，有员工聚餐啊、全勤，还有不定时的员工旅游。这个规范甲福利看落是真普通，不过伫咧传统的工班内底是真罕见。一阵伫咧日头下的青年军，用少年人的思想甲做法，拍出家己的知名度。一步一步向家己的梦想来行。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主办的庄头剧场巡演，为8月开始，一直到年底，邀请60个团队伫10个县市来巡演。其中，明华园戏剧总团明仔载就要伫家己来搬一出轰动10外冬的《碧霞传》。扮演白蛇演员要着更是展现无同的剧场表演甲气势。这出超显白霞传是在当前明华园戏剧总团推出，当时真轰动的戏出。8月27日要伫嘉义县政府头前的广场，搁再一出演出。我们用短短的8天，搭了一个比国家剧院还大的舞台，然后我们让3万名的坐在椅子上的观众，甚至站的观众，第一排到最后一排，都可以看到演员贴身的身段跟唱腔。文化部希望能够在疫情过后，在我们台湾的每一个乡间的征讨来对，都有办法看到剧场级的国际剧场级的演出。为着要在当前的作品有新的呈现，团长陈胜豪就讲，为了硬体的加强，总团新一代优秀演员的甲孙翠凤做伙演出，嘛象征明华园的传承。超限白蛇传在演，但是这次演完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演。再隔10年。再隔10年，好，那个时候，我们这次是传承青春版。翠凤是传承青春，都是后边起来哈，那种青春版的。嘉义县政府表示，演出的时阵，现场有6组500寸的直播荧幕，6组喷水车的配置，计共3万张椅仔，边仔嘛有6000外的停车位，高铁站嘛有车来接送民众。希望让大家会当借这届的机会，搁再一摆来欣赏这明华园的精彩演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这个结合台湾甲日本拢总20外个艺术家的文化交流活动，要到200件的艺术品伫新德馆文化局展出。希望会当透过活动来增加台湾甲日本之间的艺术交流。日本艺术家详细绍介作品，另外一边台湾工艺老师嘛展出家己的创作，来自台日总共20多名艺术家，打造出200件的艺术品。透过展览，要让大家来欣赏双方的艺术文化。画画它本身它是一个平面的东西，但是我的玻璃画是立体的，它会随着光而产生一些亮亮的效果啊，那这就是一般跟平面画画不同的地方。この展覧会を通じまして、台湾と日本の文化交流がますます盛んになることを記念いたしまして簡単でございますがご挨拶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台湾工艺在地理以及历史上参日本有真深的关联。主办单位希望这摆透过交流，除了会当看到台日双方在技术点面有路的手艺，也感受两国之间多元文化。台湾的工艺它其实就是多元的，而且是由不同文化堆叠起来的。那我们跟日本其实是源远流长，关系密切啊。台湾的很多工艺就是受到日本的影响，但是台湾的多元的文化在这边也展现出来，就是在不同的文化的堆叠下，它会产生自己的文化。为期个半月台日文化交流活动，在新德馆文化局展出，内容佫包含讲座、艺术家导览以及日本工艺 DIY 等等，要让民众实际来体验台日文化。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新加坡唯一的粪扫掩埋场是一座人工岛，这个水质清气、佮红树林的生态，一点仔都袂臭袂阿杂。不过，这座人工岛掩埋场恐惊过10冬，都会囤满粪扫，记载袂掉。所以，当地政府嘛当咧想办法解决问题，达成永续发展。伫眼前看到的海水正清，风景正水，不过你敢想会到，这是新加坡的粪扫场。新加坡的人口要到600万，土地面积无大，要怪找一个所在来处理粪扫，对政府来讲是正大的挑战。1990年代，新加坡本岛的粪扫场拢堆满啊，政府就伫南平2个小岛之间起一座专门放粪扫的人工岛——新马高岛。伫本岛4个粪扫分化场处理过粪扫，拢摕来遮放。The waste from the household is being collected by what you call public waste collector, and then they will send to the waste to energy plants. Then these waste will be incinerated, and then the ash will be collected at our Tuas Marine Transfer Station and shipped by the barges, where we see here in a 33 kilometers journey to Samaka landfill, whereby it will be. 新马高岛粪扫场启用到即马已经24冬啊，若来到遮闻袂到臭味，也袂看到河神四过杯。粪扫放落去了，顶头阁砍一沿土，互草仔伫遐家己发。伫遮海边啊，还阁红树林，有真侪鸟仔，环境真好，变做一个动植物多元化的生态圈，互人叫做粪扫的伊甸园。新加坡伫咧2019年启动零废弃运动，要伫这个世纪结束进前，将废弃物的回收量提悬7成，互新马高岛的粪扫量减3成。不过，过10年，这个粪扫场也堆满，就要想办法安怎利用空间。It's imperative that we continue to use the Samaka landfill as long as possible, and if possible, to extend its life beyond 2035. 新加坡的新马高岛粪扫场展现城市环保工程的典范。未来这座人工岛也会起太阳能设备，希望让走向永续发展的日能未来。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运动是现代人保持健康的好方法。根据欧洲一个上新的研究显示，逐日行4000步会当降低死亡的风险。若搁加行500步，治疗心血管疾病风险就会当减少7%。专家嘛讲，行愈济步对身体健康会愈好。公园内底真侪人拢咧散步，或者是健走，有人搁摕爬山的拐仔协助行路。运动是现代人保持健康状况的方式之一。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期刊7月公布一份新的研究，显示逐工至少行4000步，就能开始减少死亡风险。I heard it and I read it that if you make 4,000 steps, a walk or a run, it will have health benefits such as lower the rate of fat on your body system. That's my main reason why I go out and walking and jogging. 这是研究人员针对17项研究项目，用全球差不多226000多个病人病例，进行平均7年追踪访问的分析研究，发现若逐工行路接近2250步，就能降低因为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4000步是降低所有死亡因素的风险。另外，行路的步数愈多，对人体健康也愈好。逐工增加行500步，使得心血管疾病风险能降低7%。另外，增加1000步，就能降低15%的死亡风险。Up to now, it has not been clear what is the optimal number of steps, meaning the cutoff of point in the lower limit when we can see
health benefits and cutoff point for the upper limit. 研究团队发现，就算逐工行路2万步，伊原因发现对身体有好处的情形继续改善，目前也无找到改善健康的上济步数。调查显示，全球1/4以上人口因为身体活动不够影响健康。社会组织数据也看出，每年有320万人因为较无活动身体致死死亡，是全球第4大死亡原因。不过，若愿意改善活动方式，伊原因改善身体健康。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各地是侪云到好天，不过过昼会落雨降雨，尤其是山区有可能会上大雨。若偏乌、金门、马祖是会落沙巴雨。中昼时会感觉天气较烧热，民众若出门就要补充水分、热日头。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25度到33度，外岛地区26度到32度。各有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